从60岁的人，没了唔得到做案，点都做得开创第二人生。花样同学会如系爱团太高太极，向下挑战唔识做过的事情，完成头摆的梦想，寻转深度的热情同期待。准备了，团能向下展开一场去拍的追梦旅程。我哋53年对台湾无同样嘅素材各自认为无同样嘅艺人来到树林一座社区来入去搭协我哋大家人做练习超过40年呢，虽然呢创了有来往，但系我哋参加一个社团感情掌握变得更加好。大家真是就像亲兄弟姊妹同样安好。我今日喺第摆来到新北市嘅树林区哦，也只个嘅行人呢比例冇讲过高，不过没有差不多43000人哦，大部分呢都系对土种没有地区晒过来嘅。民国58年家下呢，政府开始推动工业建设，树林也只个路开嘅工业区哦。今日拜访嘅5个泰国太子呢，伊能国小、初中毕业过后呢，如是睇一只个工厂是投入，谈讲伊呢感情哦同亲兄弟姊妹同样哦，侬会感情安好呢，我要嚟拜访伊呢。嗨，泰国太子。你好。嗨，佢邊哦？哦，先坐。好，按燕子喏。唔怕，坐呀，謝謝。我先嚟客廳咯，我哋頭一擺吼。按多年的啦，有嘛？應該主角個吼，古種眼前客廳應該係用字姐，玉米姐，還個蘇琴姐，還個袁燕姐，還個圈建哥，係咪？哦。泰國個太姐姐喺睇樹林超過40年，大家貴族路熟識嘅，唔過冇曾經交往。一直到蘇琴姐開始由大家加入客家鄉親會嘅志工團，向下來為社區盡一份心力，大家嘅關係能開始迎來迎合。咁你當初儂會來到樹林嘅喏？我先生退伍過後就嚟電光台做陶瓷。家下係咪拄好嘅工業興起來？家有面仔喏咩嚇？我爸爸都農業，佢家喺上幹哦，佢16年有喎，冇一嘢我哋都跪下度搬上來12歲12歲上來。咁唔算清早路來到樹林嘅嗬，12歲就來。你65歲嚟啊！哦，睇架看佢按後生哦，嗱講啲資料睇架寫詩，看唔差冇，係啊，佢按後生。快樂啊！哦，快樂，係啊，青春有蘇婷姐喏，我係結婚是在樹林帶。哦，咩係認定結婚？嫁雞隨雞。對，都了做生意啦。我係現堂睇架行唔做團長，嘅團係乜嘅團？國樂團。國樂團哦，主要一他開始是玩音樂啦。玩音樂。佢哋是專門照顧老人家。哦。點吧？就因為你阿老人家咁多啊。哈哈，我頭到入來嘅時節，其實我有養到。順後有嘅閒咧，哦，喺蘇김姐係咪？哦，花冇多過我應該閒咧，來愛本愛人談好啊！你上次拉是什麼時候？哪個時間？哦，吃疫情前，吃疫情都見到冇帶咯，沒有，唔怕。大家談。
是包憨是爱鲜呐，罗咧讲咧喷头啊，爱骂啦，爱看样讲，爱动模看讲，爱鲜讲罗讲咧喷头。没懂好啊。专业啊，我爱学什么就学什么。我伊拉块也是生学口琴啊。你怎么什么都会啊？我摸伊拉块也是加油！出马。好，这个先放，不用走红。喷嘛。哎，我们怎么突然出现一个站长？都都睇下，哎，一片边去好嘅景點呢，吼。哎，我也頭擺應該對呢係生活當中去重要嘅茶站，吼。当然啦，就是俺里头像读初中的时间，3年全部都要为了抽破茶，哦，坐一奶，抽都不用跳，哦，坐都不用抽都不用叫去讀書。哦。之前做生意的較好哦，無白來哦。用呢？這有票都搞過。這我冇學過，不可以跑票哦，哈。做生意的時候就較神奇啊，氣味啊個，不實在講啦，你也上到一排隊啊。哦。當到做霸王茶啊，就不嗌做咩中央啊，霸王茶。大家都招了。看到真係看到嗰啲乜嘅車長啊。茶莊啊，茶莊喺只看到來啊，因為出嚟上調查依條線坐啊你。啊，偏見過喺呢度些來到樹林咩？捱3、4處上嚟樹林。哦，3、4哦。3、4捱吧，然後捱8個就買田收入回家還是搬上來。哎呀，但是在民國53年那塊，隔了一台工，木田大槍槍。係哦。哦。你係當時啦，嗱把兄弟嘅你都當講是。哦，安尼哦，哦，佢從頭開始安尼。從頭開始。咁原因者呢，都係蠻滿動。咪俾味道一春田啊，喺露台上來樹林做整整，強強一請埋上嚟成行喺露台嘅茶。哦，唔先上來啊？哦，都上嚟成咗係1年。對奶，唔係對奶上來。係對羊梅，對羊梅，對羊梅上來。結果你下這年就做到了清好咧，你下都將就嘅限時啦，嗬，而家限時間啦，嗬，你都出嚟鬧呢就睇㗎。當成次呢就睇㗎，當佢要自己就當佢搏咗去搏啊，也要，同埋如果面寫用語講法咧，睇㗎要教到哈哈棍，那等於教到哈哈棍咧。所以說我們的朋友永遠都聚在一起。係啊，奶料嘅睇住呢個車話就意料。啊，兩位上夫講心思哈。哎呀！感覺你心事最多，真係也會啊，當歸好朋友啊。也五個馬嘅手講，感情過好嘅兄弟姊妹來到花鄉同學會，我如果想愛啲，而能睇托挑戰項目時，也會按對答按夾些無呢。有上到馬嘅冇，天時空看到馬嘅啊，我上。啊無就嚟攀岩。哦。攀岩啊！我下路。唔過有上過係咪？挑戰啊！有上過攀岩。哦。南北啊，北唔爽嘅我邊。以前北蘇嘅口語啊，攀岩啊，北蘇嘅母語。哦。那個做唔得無會你到三太子。馬嘅啊？跳三太子，哦，做個三太子就搞，好奇妙。哦，看到會搞個。個東涌誒。天啊！東涌是跟同埋三太子嗬。哦。用，如果看唔到面好啦。哦，唔講看唔到。哦。按講看唔到佢隻腳，怎麼看到？看到個。但係做上嘅跳三太子，人哋拿一個獎嘅本。雙十節送時節，總統府免簽開啊，一對啊，那你都搞開啊。就是很帥氣，動車啦，佢哋表演攏動車啦。按上講，俺哋這個攝影啊，唔去參加啊，俺哋這個是落嚟嘅賽咧，係咩有個機會可以學嘅東西啊嗱。cái東西咩當葱咧？佢嘛個刀啊葱嘅咧。是聽過誒。葱咧，譬如
嘿嘿，哎呦，你上过哦，你上过一队，体验，哎，你唔是做过的呀？你有做过一队哈？我唔是做过，很向往啊，有做到高中章有办法做到。哦，超过谁的一队当奖哦？哦，真紧呢，国中以下嘛，嗨，还有上到嘛嘅冇？有咁啊，告诉够不？干乜嘢？过天的呀。但那条那么都唔是天鹅。打我这一夹都夹到我死。哦，嘅會強吼，火會強。誒，咁你感覺起來，迄一隊好像大家都按照唐米啊，一对啊。喺討論過幾道挑戰情況過後，最尾大家談團眾嘅意見，同嘅該英雄嘅二隊表演。雖然二隊表演看起來該百變有威風，但該愛考驗動作、愛斜、行過數穩、愛該成法、行過數比、愛該有力，睇起來愛斷章有英雄，甚至還愛唔驚挫傷呢。還前正經接觸過二隊表演嘅大家，究竟有辦法少年來面對殺下來嘅考驗無呢？嗰個即係藝深度嘅欣賞，從教練都係一隊哦，都可以嚟更加提煉。我哋來看一下，冇學到哦。傻眼，然後我就看呢冇窮樣，我用我學嘅話呢，啊，突然驚呢，哦，我看到，哦，有冇按好看呢？按好看的表演啊！啊，最近喺看這個喺度看哦，哎呦，冇窮樣呢。cái ơi tiếp cái ngày nay vào tụi nó cái mồ hôi xem theo tiếp tục theo nào 可以了。哦，美講叫徛徛去啊。哦，教练好，你好。教练，我们很少有遇到这种状况，就是我们在大哥大姐啊带他们在看表演的时候没有声音。刚刚为什么你们那么安静？吓一跳因。為看到有驚嚇到，也沒有現場看到過。嗨，对什么动作最有印象？哦。1、2、3、1、2、3、1、2、3、1、2、3。你这样好像在丢抹布哦。然后他抛枪又从后面接哦，那就很难想象。哦對啊，他一個抖一個丟，然後轉。那刀的部分也是很危险，因为它在有转速的情况下，它会变得非常利哦，所以待会如果练习的时候，千万那个态度一定要非常的认真。这点就是还请各位大哥大姐配合一下。有人會退出嗎？我不讓你們退出，你們現在來不及了，我告訴你們。可能按有力按成法的演出，也就睇嗰個睇姐姐都有失敗好多嘅。唔過等實際拿起二隊嘅練習中，大家有這個興錯錯的。只講100都要練10套專業動作，大家當真有辦法順勢學曉冇呢？我先做一次过来。我们翻的时候，这个左手会放掉，它有一个力量，然后这样转上来。对，翻，这边抓住后，这个方向，这是往你右边走。这边右左手要走，這邊就回了。然後我们不用这么对，然后再收，肩膀放。 OK， 看我的手，看我的，原本是打橫的。我提擺那度嘅衝我去咗樣，因為按衝喺度按樣揼上揼下，嚟要可能咯，因為我要學打鼓，上回上來丟嘅鼓棒嘅話，
完全冇穷样，我起到容真有啊，好记得，几好厉害，因为我要跳开。家下练的感觉係樣嚟？教练按認真教我吼，講係好唔會會。哦。自個要知道安排些，你當然不用個時間來教你。哦。會有一種怕失敗的感覺。心關就知道講，哇，我今邊嘅終於體力挑戰性，有想到講，我也是眼茫茫是做過嘅事情，終於做得做到，按樣樣呢。心情去調試嘅，哎呀！剛剛在練的時候會想到說，哎，表演的時候一定很棒。哦，你有想到，很好，正面思考。不過我怕會失敗。剛剛學2套，係咪？對啊， 2套哈。其實一天學1套，這樣我們要10天來學呢。第2套來了就亂掉了，第1套就忘了，連第2套也忘了。我唔記得，因為老人家記唔得按多哈，因為佢動作嘛，動作啊，動作你我唔記得啊。好玩是好玩，但是記唔起，冇想記的哈，就總會記起啦。啊，想去記咪記唔起的，這係千條拿通的事情啊。要當木蝦來啦，安樣啦。係啊，木蝦來啦。三個幫下來，我要吸。是直接下嗎？先下哦。好。沒，這樣啊。要直接下。對，好。下來1、2。哎，要先下嗎？哪裡啊？哪個好的？不用，你是在求救嗎？其實吼，公司菜嘅低少，因為真嘅我按過喲，嘿，很難記哦。我覺得這個挑戰可能係放肆一過誒。我也會好奇啦，我嗰種嘅地方，都帶眼嚟好奇來，我形容得起，尤其啊嗰種可能嚟做一身衫褲啊，或做起來安尼。下來。如果做得起來，應該會是很棒的演出。就是你听他念完英文，他前面有一段饶舌，饶完之后就是我们的上腔点。2、3、4、5、6、7、8、9、1、2。好。2、3、4、5、6、7、8、9、5、4、2。4、5、6、7、8、9、10、11。你们会不会很好奇呀？教练原本打算要我们表演的是什么？要不要请教练跳个表演给我们看看？就你到底把我们想的是什么样的程度？好，我们请教练表演原本好，他希望我们可以表演的样子。录音。慢单。点映。哎呦，我练呢。嗰啲唔係教嘅東西啊，就會有到強度啊，對啊，你就像人講嘅啦嘛，強度拗出啦。唔好做啊，係啊，就有點呢，好像選錯，然後選錯。選
学期5年级了，主要是有没有那个很多啊，头脑都不重用的啦。可是我觉得，还有你还没有老年纪。其实我们年轻的没有机会拿这个叫什么一队的枪嘛，我们没有，他们说好。我们以前只在电视上看嘛，所以才会想说真的我可能不敢。所以我40年后可以来一直在抱怨学打鼓。我攀爸爸真的有点太难了，嘿，俺的恋爱旅游活动，不过迷风事情啊，一开始学就会一点难，啊，如何演练，如何练说，不过我感觉也个够难的嘿啊，大家会引起论，一直站着真的是很累。刚刚说要让姐姐休息，其实是我想要休息啦。好，本来聊一下，好，抽一下，喝一下茶，真的是蛮累的。放弃是冇啦，我上一家经过拍做舞蹈安啦，做舞蹈该教练的要求啦。有时咧行的想法非常多，讲行好唔会歪，因为也有书上吼，系讲法讲有太严重。呢度也到泰國個太姐姐無按見狀，教練同學總子還特別準備嘅一套 LED 燈光體機表演哦。哦，有天賦嘅呢吼，冇想到哦。哎呀，出嚟吼，有嘿。按天的都死推哦吼，哇，姜没有哦，哇。哎，这个要不要写？这个要写。你最喜欢的。哇，你们还特别有做这样子的表演哦。其实我们学生营队都是从军人营队的衍生出来的，但像这种性质的表演，其实是我们配合一些节庆，学校我们才会用这样子的表演。我们为了就是要学更多，所以希望明天各位大家更早一点，我们来继续。原来安排这个表演是要叫大家明天更早。幾年的訓練下來，大家都確嘢，歸去好好了解安部，大家要約好聽音樂打造路來學校報道。只唔過也時節，俺哋都唔記得，還有韓國等人樣嘅訓練，睇背面等等的呢。開玩笑，這個要跑10圈嘛，不要走。哦，一天亂太天呢。哦，平常時都沒有在跑，沒有在做運動，這真的回去要跑了。回去我都帶你跑。来，报道。1，你要往下，对。3、4、5、6、你的数字答出来。1、2、我觉得这是用很严谨的态度在带大哥大姐，我自己其实内心也是非常奇特啦，因为其实自己从来没有带过比自己年纪大的，所以我早上会想要透过严肃的方式跟大哥大姐讲，你一定要仔细按照我教练的做法，毕业学长姐的流程，因为我自己会压力非常大，还是想要跟大哥大姐表达是，这就是一队。1、2，来，起来。慢慢起来，慢慢起来，身体慢慢起来。生平第一。你抖抖。我真的是。你上一次伏地挺身没有，没有過，唔識啊，唔識。這種嘅員工訓練哦，常常會按嘅，佢冇按嘅吼，做唔像伊嘅教練，嘿，也一天都按嘅，做伊嘅欣賞，要有欣賞嘅美樣，收斂一下，做唔得消，係啊。那各位注意一下，麻煩下巴不要抬起來，不要讓你的頭靠在你的牆壁，下巴微微的低下來。好，像大哥這樣子，大哥這樣就非常標準。哦，就是挺胸，手要夾緊，右手千萬不要跑出來。麻煩注意一下，調整一下。然後這邊有事情要宣布一下，就是我們剛剛有稍微看了一下每位大哥大姐的訓練狀況，然後我們在刀關的部分，我們就決定由瑩瑩大姐來刀關。剛好我這個都講到哈，你都話要先愛咯。
莹姐她其实她也有自己的声音，还有一个小原因啊，就是她在枪法上面，她好像吸收力会比较慢一点，我就有点考量说，那让莹姐去做刀官的位置。其实上次的训练我有观察一下他们的音量，那我觉得莹姐她的声音比较有一个震撼力。我们来请学长做一个声音的示范。进来。对，那大姐可以没关系，现在尝试看。对，他到时候他会教你正确的发音方式，所以大姐放心。好，你先用你的方式。经理，你莫笑啊！不要笑。对，经理，可以的。对，莹姐的重责大任就交给你了。唔会问上衣滚的啦。好，刀官加油。小教练欺负搞啊机，本来顶啊顶啊，跌到手骨了又痛了哈，然后没转那跌下去。哦，这真的是没有不小心，真的刀会飞出去哦。对。不会啊，不会甩啊。你看，所以说这2只手指头压紧。我就是我最难的地方，就是要收尾的时候，我要好收回来，所以收有嘛，你后尾表阿姨有嘛。不用到后尾，所以收转来安尼，转来就安尼甲下，不用唔会脏啊，伊不用阿伊倒会做我头前来啊。查足到基礎嘅衝法過後，教練乾手乾眼，我教大家韓國難嘅衝法，是講我能真經有辦法做到哈。好，各位大哥大姐，我們接着下一堂課呢，就是轉槍。轉槍是我們這次表演裡面最難的，本來是調整的是14圈。但因为我们什么14，我们本来是14圈，对，14圈起来那个手臂要花很大的力气。那为了不要让各位大哥大姐在转向的时候那个手臂太累，所以我们后来就调整成6圈，1、2、3、4、5、6、7、8、9、10、11、12、13、14。对，还要一直持续的手要一直动。但如果我们现在改6圈，很快就结束了。1、2、3、4、5、6，我们的目标线就设定为6圈。那希望大哥大姐能够跟身后的学长姐好好的学习，他们会教你们转枪的技巧。你感觉讲可能要第3季啊，头一摆出外景，愈韓國難，像我們去學弗拉門戈，愈去銀白同科，我們濃縮3點鐘。不過見係一學期嘅呢，我去濃縮也建議你學係，其實會涉獵，我自己都感覺過難，因為佢動作架勢很細啊，佢要頭前係唔記得鴉片，等下又唔記得鴉片，愈係愛時間提到起來冇咁簡單。不過就歸上會比最後的樣子，其實還是會蠻期待，因為前面很難嘛。如果韓國其他會不會我很用那些情形？就有點像這樣子，手會蓋一下，這樣蓋它。我還是希望你的右拇腳用到右手就好了。對，來，你嘗試哦，盡量往。沒關係，別不要怕。可是你要慢慢來，因為它有慣性，你在慣性出去的時候，它會整個飛太容易受。然後在這裡的時候就丟，然後再丟。因為我屬於輸爽，因為涼嘅嘢咧，因為也有輸爽吼，佢講法講有太嚴重。我最想同講，我既然有參與了哈，我就要做好了，要比完成一件事情。我有一種好勝心較強的一種的心情，我一旦做事情也不會安尼啦，嘿。怎麼了？怎麼了？撞到很痛。看到手了嗎？
冲水，对，冲，一直冲，怕就是肌肉会有一些可能就是要冲冷水让它去降，因为不然怕你会肿起来。我们比较怕你会肿起来了。最重的那个木头直接敲下去。它是往这样转要接，你根本没办法做到，真的没办法做到，没办法转，然后这里会痛啊，这里会痛，转，哎，没办法，哦，撞到好痛。应该医美因为佢本来因为佢身体本来是好嗰種嘅，所以總得勉強佢做，因為唔凡去做到樣佢轉身體係有卡起咗啊，所以大家要盡自己嘅能力時候，嗌到佢哋講，嗌你要法度做幾多算幾多，按時好咧。這促上個一擺可以用面仔改強轉衝嘅，其實其他人未睇練轉衝嘅時應卡到喎，免到大家都感覺自家是才改難呢。為咗提高大家嘅精神，教練每提前半年嘅訓練結束前，為大家換作英雄有定線嘅2對火鍋。哇，侬都係一個衛兵啦！係啊！哎呦，安尼勇士的，俺們唔單槍唔好看，伊個骨頭誒，大家多時間呢，都係會做安尼個上鋪的嘢哈。可是我們女生還沒穿鞋啊，多時間會能夠出去個，家頭都。做誒安尼嘅上鋪啊，感覺呢？好像要吐古用嘅。吐古用，出嘢閃龍用嘅。有新郎官你感覺嗎？係啊。好像沒到少女。哪有呀？你都幾個少女？有18歲。有哈，有沒有很開心？很開心穿。有哈。可是怕這樣穿的，等一下不會耍香。因為這好重。怡瑩姐是到時候她是帶頭的嘛，要發號司令的人。對，所以怡瑩姐的服裝有跟你們比較不一樣。對，所以到時候我們怡瑩姐我們還要再另外就是要穿另外一個不一樣的裝備，到時候出場方式就會比較跟我們不太一樣。哎，對。我有準備槍，就是讓各位大哥大姐能夠回去之後再好好的練習。教練有沒有什麼要交代跟叮嚀的？千萬不要放棄，對，這是非常重要的。對，對，吃完飯練，睡覺前練，什麼都可以，就是千萬不能放棄。我相信教練啊，教練一下錄給我們回去看就好啦，對不對？為什麼我覺得你現在態度變得好不一樣？因為他現在練的對呢，哎，我要帶隊，我也有壓力。哎，你好會選哦，你選了他，你看完全態度。怡瑩姐現在是因為沒拿到，她一拿到，她的那個態度就要變了，對，她就要開始變得更嚴謹。對，那我就建議你們，如果下午有空去轉去那個中正紀念堂，欣賞我們國家的3軍儀隊的表演，或許它能夠讓你在儀隊上面得到一些不一樣的觀感。我有特別看見，咱見到個感覺就係上少氣洋洋嗰種嘅，我認同嘅樣板，較定地嘅咁樣吃到掌尾嗰種嘅，盡量表現出來最好嘅面俾人看。有，我學好了，學好。他有叫吸氣。有哦。哎呀，你看嚟係咪多咗喺度各地講？哎，我用嚟練呢，吼。有一些少啊，係啊。韓國人嚟啦，我感覺今年同貼片人嚟看下呢，嗰行下來天時暗好。哎，我老嘅嗰個姐姐好像來遠足啊呢，好，同張出來聊，哎，跟以前談戀愛會嚟呀哈？戀愛
网友，做片啊，做片的时间熟识啊，啊，就从个人介绍啊，之前我曾经话啦，笔友，哇，啊，你还有最回事，我就最开心的啦，哦。你做了什么事？就是会露营啊，脚跟就附近的要磨用的。哦，人家是吃有山珍海味，应该就系恋爱有山珍海味。乜嘅意思？恋爱山珍海味。港啊，海回春啊。哦，哎，你们很浪漫嘞，这样还会讲山珍海味。海味啊，我老公了朋友爱神有见。抢他爱你，至今哦，无情无爱，真的哦，太恶心了吧！真的啊，真的假的？真的，抢丝哦，对啊，阿妹才嫁给他的呀。下次叫他穿无袖的给我们看。哦，不是我们的盲哎，盲用没有看。你要讲的那得游泳池啊，所以这招对你有用。对啊，没得选啊，对不对？现在箭射中的。古总眼的都准去太搞练哦。哦，我在忙练。走哦，我们刚好在夕阳下走哎，好棒！大家加油！来。自己的声音不要那个。酷哦，还真是冇法度哦。唔怕啦，俺们当得练2-3日的，俺们真是摇哦，干酷啊，真是的，坦白说。从开始看到练多厉害，有一点吃力啊。刚开始是很开心，第1年、第3年摇都通了呀，然后讲到了。前年啊是做给神经痛啊，肝骨衰，搬家后面就用爬哦，复健都半年啦，咱开始行都唔是徛乖的，俺家顾俺的身体啊，唔好搁继续啊。不过俺老记俩20-2年的朋友，恐怕也有教俩动好教啊，是讲动大手，有点的遗憾。不过俺心拢唔能恐怕，嘛要从头开到尾。好上岸的。
money, mo. Catch a bad chick by her toe. If she holler, if she holler, let her go. She's indecisive. She can't decide. She keeps on looking from left to right. Girl, come a bit closer. Look in my eyes. Searching is so wrong. I miss you. Seem like the time to love and then leave up and disappear right after the song. So give me the night to show you, hold you. Don't leave me out here dancing alone. 上次看完他们练习，给我的感觉是完蛋了，因为我觉得，因为还有1个礼拜他们就要进行表演。其实坦白讲，以当时他们的进度，连流程都会错。其实一直有在交代说，剩下1个礼拜他们一定要好好练习。其实今天第一次他们站到舞台给我的彩排的感觉，我会觉得说，我第一个感觉觉得哇，他们是真的有练过的，枪法不但都记住了，流程也都没有忘记。啊，睇咁有發現冇吼，如係日頭看泰國啊，伊等於6圈一下都整好，啊其他人嘅細妹都冇，因為本單教練講14天變做6天嘛，以後6天泰國太極規矩很唔夠，啊，你泰國有發現冇？我們音樂也變慢了，因為太極能夠理會好，自己把音樂變慢，嗰種人哋都夠有餘裕，希望同動作做夠齊，做夠出切落來。很特别，就是我第一次看到莹莹姐你的服装很特别哦，不一样哦，睇個唔會用嘅都緊張啊去啊，都唔記得用嘅做法東西。我見咩當天睇到玉梅姐沒有中呢，吼，咩服裝老眼你用哦，韓裝講係有頭有尾啊，體面啊。哦，咁等下咯，等下睇大下穿。大下看到我們的錄樣。還有老記到去看記到練啊，老記到錄起來啊，錄記到要辛苦嘅，係啊，保媒體個叫下翕相留念啦，我用下動翻嘢啊，係啊。就1、2、3，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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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來1、2、3，加油加油加油，好加油。給他感想講，終於有一天呢，站上不可能的任務，也讓我真的實現我的夢想。給他的心情會很感動，很開心。謝謝大家願意花這個時間，然後來看示範區隊帶來的演出。大家帶看到表演的人可能會覺得哇，感覺怎麼有點不一樣了。我們歡迎示範區隊帶來的演出，謝謝。Eeny, meeny, miny, mo. Catch a bad chick by her toe. If she holler, if she holler, let her go. She's indecisive. She can't decide. She keeps on looking from left to right. Girl, come a bit closer. Look in my eyes. Searching is so wrong. I miss you right. To love and let evil and disappear right after the song. So give me the night to show you, hold you. Don't leave me out here dancing alone. You can't make up your m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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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d. Please don't waste my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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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e. I'm not trying to rewind, 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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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d.
3、4、5。1、2、3、4。脑袋放空的那种感觉啊，终于把一件事情解决的处理完了。俺对头前比后边眼看那个英姐有这个有按你家私出来的，以后真的按肉的哈，这样的好的按的亲哦，这个当欢喜，我就按好的按的哦，肉这样的好的按的。我们刚刚有不知道我们自己有没有整齐，我是有出错啦，你呢？我也有，还好，我也是有一点。我当观众，他是观众。那大哥嘞，你刚刚嘞？有。我虽然讲从头有上台的经验啦，啊，不過吼，因為唔是夠重嘅要啊，確實也係真緊張，所以到表演時啊，肯定多多少少有一點點唔錯啊。終於表演完，感覺如何？完蛋，連成語都忘記了。如釋重負的表演完了，謝謝你們來看我們的表演，謝謝。哇，好感謝你們，好熱情哦！這群哥哥姐姐真的很認真在練哦。你們練多久，團長？我們教練教了以後，我們每天在我們自己的活動中心裡面有沒有？每天早上哦，都9點就開始練，練到下午2點，然後連續2個禮拜。我本人也是示範區隊的，所以我知道那個槍本身有重量，而且這些動作也是有難度的，所以我知道他們練習這些非常辛苦。我們自己也練了好幾個禮拜、好幾個月，然後我們動作有時候還是有可能會忘。要堅持下去，其實是一件非常需要心力的事情。那2個禮拜練成這樣的成果已經是很強了。我們那個時候2個禮拜也練不出這樣來，所以我覺得非常的棒。謝謝主任，主任你還要給我們小禮物哦。我想說，以學校的這個感謝這些爺爺奶奶到我們學校來，我想圓他自己的夢，也希望能夠激勵我們的孩子們能夠勇敢找尋自己的夢想。就是看得出來，他們花很長的時間在練習。那其實我真的很驚訝，說，哇，原來年紀那麼大，可以有這麼好的體力，而且堅強的毅力。平常在讀書的時候，可能很快就累了，很想放棄什麼的。但是看了他們表演之後，讓我們更有動力，能夠像他們一樣，就是永不放棄，然後做到自己想做的事情，做到自己想做的夢想。我知道，好像連教練都有小禮物要給我們。這個學校怎麼那麼好，還有小禮物哦！來，我們請教練。一點小小心意，因為這個是我們一隊的名牌，你們也加入我們2個禮拜，那這2個禮拜裡面的訓練，這個就是我們一個身為我們社團的成員的一個證明。他們的表現我也覺得非常棒，就是有表演的樣子。其實他們表演我始終會給他們100分表現，因為我覺得以他們這樣的年紀，已經有這樣的勇氣站在舞台上面去學習他們從來沒有學過的東西。我覺得光是在這樣子的膽識跟這樣子的一個目標，他們去做完成，在我心目中，我覺得他們始終都是100分。也疫情了的3年了，好辛苦呢。你管你不看這個面對的這個天師5萬年，會覺得很孤單。他也拜呢，感想都有像恢復以前哈，他家鄉下頭個做志工，頭個錯了的感覺。安尼心情十分濃厚。所以以前被提倡講哦，老人的退休一定要走出戶外哈，也係真確的事情。我會覺得說，盡量把厲害的時代正經人生吼，真樸真簡單，而且下就冇得去嘅感覺，認同我講嘢出嚟，不用自家身體。我哋人不管是到幾多歲，當我有個勇氣去挑戰我哋這個唔是做過嘅事，都該學嘅重案，成為第一講。我不管學買東西要啊，都有個困難度，還買有個神奇的味素啦。花樣一隊成功，謝謝。